民党的韩国瑜要找谁来做副手上理想呢？这3位互点名：新北市的前市长朱立伦、内政部的前部长李鸿源、行政院的前院长张善政。咱的记者去甲张善政做专访，张善政讲，若有来问伊做副手的意愿，嘛爱先讨论双方政策的理念甲合作的模式。开连代表国民党出席明年总统大选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要找谁做副手？国政问题非市政问题，我用书面来答。伊也咧思考，要找适当的人选。韩国瑜初选对手之一的朱立伦，有丰富行政经验，会当讲是政策王。另外，看上国土规划高雄市政府治水总顾问、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，甲出身科技业的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，嘛被韩国瑜称赞，因三个拢被认为好声袂少。他简讯恭候，他也有很快回我电话，然后有说到我们会设法去约一个最近的时间碰面再聊。我的政见他理念相不相符，我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合作？这个我觉得要先讲清楚。当一个花瓶对他来讲，对我来讲都不是好事情。副手要找谁，那是看动国民党内各方力量是不是顺利整合，嘛有关确定各族群的票源。最主要就能号召跟总统不同的一些族群出来。群众出来投票，不要拘泥台面上目前浮上来的人选，反而看看能不能有台湾社会民间有很特别的人。为国民党拼出战袍，韩国瑜拼大选，我会兼顾市政，未来是不是顺利入主总统府，就看未来竞选副手是不是当1+1大于2。